嗱，今日咧同大家介紹兩款非常有效，可以幫到好多人嘅護眼補充品啊。對於想呢個防止白內障或者已經做完白內障手術嘅人咧，好有幫助嘅噃。同埋啲經常睇手機、用電腦嘅大人同細路哥咧，好有幫助。咁咧呢兩款咧就係 Optic Nerve 視神經軟膠囊同埋 Hydro Eye 潤眼軟膠囊啦。咁佢哋分別喺邊度咧？視神經軟膠囊咧係支援我哋視神經同埋周邊嘅血管結構嘅。咁呢個潤眼軟膠囊咧就支援我哋淚膜調節呢個發炎反應專門針對呢個乾眼症兩者咧並非可以互換嘅產品，但係對於有需要嘅人士嚟講咧，係一種非常強效嘅互補嚟嘅。呢個 Optic Nerve 視神經軟膠囊嘅 Omega-3脂肪酸咧係嚟自於魚油嘅 DHA 同埋 EPA 嘅。仲有特別嘅成分咧，又包括呢個銀杏葉輔酶 Q10 啦、硫辛酸牛磺酸生桑子葡萄籽酷皮素一大扎嘢嘅。咁佢哋咧都係可以支援循環神經同埋粒線體功能嘅。Hydro Eye 潤眼軟膠囊嘅關鍵 Omega-3 脂肪酸係嚟自於魚油嘅 EPA、DHA， 仲有鱈魚肝油嘅維他命 A， 同埋最重要嘅咧就係黑加侖子油裏邊嘅 GLA。GLA 咧係一種強效嘅抗炎成分嘅，幫助我哋啲眼淚正常分泌啦又唔使有時成日眼乾咁樣啦但係咧喺一般飲食裏邊咧係冇咁多啲咁嘅成分嘅。我哋大部分人咧都係攝取不足佢對呢個淚膜中裏邊嘅關鍵成分叫黏液素嘅生成咧係至關重要嘅。譬如話咧，一個患者咧佢同時會有乾眼症同埋青光眼咁嘅問題啦等於佢面對兩種不同嘅病理狀態喎。咁呢個潤眼軟膠囊咧，可以針對眼球表面嘅發炎性乾眼問題咧，係進行呢個處理嘅。咁呢個視神經軟膠囊咧，就係對已經處於脆弱狀態嘅神經係提供保護支援，兩者相輔相成。